即係如果政府話你要走，有人上嚟拍門，你要撤退，咁你就撤啦。咁你所以咧，我成日都講咧，你要係準備好啲細軟證件啊、財物啊等等咧，同埋一個嘅救生包，即係裏邊咧有食物啦，最好就唔好啲濕嗰啲啦，乾嘅食物啊，有水啊，有電筒啊等等。最緊要就藥物，咁有人敲門話走啦，咁你就立住啲嗰個救生包啊，立住嗰個嘅係證件啊，走嚇，咁遲啲會翻去嘅，你唔使擔心啊，你啲家當唔會冇咗嘅。好啦，咁鬆邊嗰啲未使走住，所以唔使擔心。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會成日變嘅，經常會改動嘅，咁所以咧你要留意住我哋嘅廣播，我哋係今日24小時不斷同大家關注艾琳嘅動向同埋。紐約市政府佢有啲咩安排，我哋點樣去配合？還有呢，如果聽眾有一些人真的不知道你所屬是什麼區，你可以打來，我們可以幫你查一下。還有就是另外一個重點，查了之後，我們還需要告訴你，你附近是哪一個你的 shelter。對，因為有些人說我 evacuate 我要走了，走去哪裡？紐約市已經根據你所屬的那個區定了一些，大部分都是 high school。對。